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到玉山国家公园塔塔遮的园区。最近几年来，常常看到台湾乌熊出现，甚至会去桥本扫桶找物件来食。药管处用自动相机来做监测，3个月内至少翕到6只乌熊。这乌熊看起来拢真健康，因为这个乌熊活动的地区主要是伫个东部的山区，但是最近小连续出现伫个西部的山区。到底是原有的族群，或者是季节的迁徙呢？药管处继续来观察。红外线翕相机翕到一只乌熊母带2只小熊出现伫巷仔边啊，小熊真好现，入去巷仔内底看，这3只乌熊母仔看起来拢真健康。另外，伫暗时，这只大只的乌熊公嘛伫巷仔头前片，不过上尾啊伫只外头走开。玉山国家公园塔塔遮园区最近3个月连续翕到公熊乌熊母仔，至少翕到6只台湾乌熊。熊在侵扰山屋跟翻垃圾桶的事件一直在发生，那我们想要知道说西北园区的这个熊的族群的分布状况。乌熊毋那甲游客中心的粪扫桶陷倒，佮破坏山厝。伫2000年之前，乌熊活动的范围是以东部山区为主。不过这5年来，西部山区直直出现乌熊，是原本就有的族群，也是因为季节来搬徙。我们先了解这边的族群的移动情况，你才能够后续去持续的监测追踪。药管处观测台湾乌熊已经有20多年，不过有关西部园区的乌熊研究却从来毋捌，因当会透过继续监测了解乌熊族群分布状况。